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嘅青年工作始於1964年，由時任工會領袖唐星潮先生倡導成立工聯青年部，旨在深化社會青年群體對工聯工作嘅認知，並通過舉辦革命故事演講比賽等活動，凝聚青年力量。然而，受到當時社會狀況不穩定嘅影響，工聯青年部被迫暫停運作。直至1990年代初，喺杜艷芬、陳錦明、劉潤輝等青年領袖嘅推動下，工聯青年委員會正式成立，標誌住工聯青年嘅工作進入全新階段。當時，青委以服務各行業工會青年同埋佢嘅會員子女為核心，逐步構建起工聯青年服務網絡。1998年，工聯青年中心嘅設立，為青年職工打造專屬活動陣地，進一步煥發青年工作嘅生機。薪火相傳，回歸後，李松正、梁淑明、吳青축、魏春光等接續傳承使命，推動工聯青委從服務工會年青會員，逐步擴大社會青年嘅參與，以青年興趣為導向，創新推出新秀歌唱大賽、舞不平凡舞蹈大賽、全能 MC 大賽同埋萬墟等大家喜聞樂見嘅品牌活動，為年青人搭建舞台，展現才華，助力青年追逐夢想。2008年，工聯驛站嘅設立，更加開創咗青年職工服務社區化嘅新模式，為文職人員、公職人員同埋博彩業青年職工等群體提供精準化服務。傳承創新，張德勝、馮家健等工聯青年領袖持續拓展服務領域，推出行業職涯師友計劃、工青行業派對、澳門青年職人勵志歌唱賽等活動，聚焦青年職業發展同埋成長需求。時至今日，工聯青委已傳承至第14屆，由程嘉文等新一代青年領袖領軍。全能 MC 大賽亦迎嚟第20屆里程碑，歷屆賽事培育嘅司儀人才活躍喺業界舞台。為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，工聯青委喺近年啟動澳門青年政務人才培訓計劃，系統發掘同埋培養本澳青年領袖，夯實社會建設嘅人才儲備。回望35載征程，工聯青委始終秉持頭頂一片天，腳踏黃土地，勇往直前嘅精神，以愛國愛澳為根基，培育出一批批社會棟樑，並通過創新實踐，為青年搭建多元舞台。展望未來，工聯青委將繼續堅守初心，以守正創新嘅姿態，傳承核心價值觀，深化青年領袖培養體系，推動青年投身社會服務，助力澳門繁榮發展。工聯青委始終作為澳門愛國愛澳青年嘅堅實後盾，與青年同行，喺國家發展、建設澳門同埋服務社會嘅道路上，續寫華章。